詩朗誦，我的確係冇玩戀與心空。想講最近 Friends 好多人講緊 OG 5個男 coser 出越遊角嘅問題。先自首，我的確係冇玩戀與心空，因為我現實唔夠靚仔，所以想用 cosplay 嚟滿足下自己。不論係別人嘅讚賞，留一個倩影俾日頭嘅自己。首先，我為咗出呢個角色，專登上網揾小雨嘅所有服裝去睇，亦問過幾位有玩戀空嘅親友意見。揀到服裝唔代表一定買得到好嘅服，我花大錢買咗套質量比較好嘅，都花咗唔少時間。做對比，假髮方面我自問唔識 set，所以有委託無良。化妝方面我都係垃圾，又委託埋妝娘。好多朋友都同我講，我嘅無良妝娘太貴，試過另一個啦。但係我唔想因為個100幾十影響到我覺得適合我嘅。我只係想講，其實每一次出 cos 唔單止係金額上嘅付出，仲有好多努力係大家見唔到。但出 cos 有邊位 coser 冇試過有意外發生？出得唔還原唔一定係錯，盡咗力都唔一定係完美噶。仲有另一點，我哋5個當日只係平常嘅行場，認識唔同嘅 coser，並冇目的性去做一啲不當行為。如果大家係唔中意我哋，其實可以當睇唔到，唔需要攻擊我哋。同團嘅團友心臟強大，但我比較弱咯。